能再失败了，我今天再失败，我就要做完，然后来给你。
来啊，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啊，这是要请敬拜团来带咱来学乐。在约翰福音第15章说到：“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耶稣与我们是亲密的，如同朋友一样。他是一位愿意与我们分享内心、为我们牺牲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帮助跟安慰。那我们第一次的话，等一下先坐着来唱。大家一起可以站立起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人人就应该知道，人人就应该知道，人人都应该知道，耶稣是谁？人人就应该知道。人人都应该知道，人人都应该知道，耶稣是谁？最好的人就是他。在彼得前书2章9节有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是被神呼召和拣选的，成为那圣洁国度的子民，并要宣扬上帝的福音。神的温柔圣灵充满着我们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使人心得到满足。他也渴望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安息之所。我们接下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呼召。在呼召我之处，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我们共同来唱。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主慈爱的真理。你用光照射我，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呼召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破烂。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不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让我们持续站立。
请咱即时咱游员徛伫咱三甲用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师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变成地死，埋葬为母，第三日起来复活啊！上天他最全能的上帝的光明，伊的对啊来生活大甲世上，我信圣神，我信神，奉道教会，圣公的上帝，最下列，用地多啊，另外的亡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大家来启用，启用文古圣诗的第4篇，由我来启，大家来译。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成的百姓。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伊献点火的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额。所让互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乐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咱即时三甲来祈祷。愿大权能的上帝听阮的阿爸爸，阮搁一届伫你的面前，三甲自职敬拜，搁领受对你来的供养。阮要大声认阮的罪，做时。阮有骄傲，有软弱，无互主做主来引带，直到阮的服侍、工作，甲主的关系、甲人的关系有失败。求主赦免阮，帮助阮谦卑，随时呼叫主的名，互阮的心活倒转伫你。求你掌权，欢喜的面看阮，也赐阮信心甲能力。来面对软弱甲困境，愿阮尽心的服侍，通得到你欢喜感纳。愿恳求圣神运行伫教会，加添教会有听、有和好，甲较无主的火热，互教会透过社区班、主日学、各团契、小组的组织、训练等。侪的事工，伫社区诚做有主的荣耀、吸引人的所在，也祝福阮的服侍的同工甲老师，有教业的气力甲权能，你坚固因手所做的工。阮继续为着教会做阮所想到的兄弟的病痛甲软弱，恳求。主你的怜悯甲医治，引带因行过死荫的山谷，你的话诚侪因心内的力量。阮有兄弟工作有压力，劳苦陪同担，恳求主赏赐因教业的稳定、智慧甲气力来克服困难，照你好的旨意，互因归荣光上帝。阮也
继续为着即块土地，求主你的灵运行伫各行各业，互社会通照主的业理来运行，互压迫、欺骗、甲不法的事得到规正。求主赏赐大家站的政府的官员有属天的智慧，有公义甲疼土地的心来推行政策，互国会议员通真正为着即块土地的利益来图谋。今早起阮感谢你，搁一届引带束缚蔡长老，照着伊来投放你的启示。阮恳求圣神做感动的工，互阮的心受提醒，体会你的心意，领受快乐。感谢主，这是阮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圣歌队真水的鹅肉。这是咱来看今早起的圣经节，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第19节，由我来读。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结尾来讲，恁着踮伫主，甲伊快乐的权能来勇壮，着穿上帝全副的战甲。互恁会徛在来抵敌魔鬼遮的诡计，因为咱的交战毋是抵敌血血气的，就是抵敌遮的办正事的、遮的掌权的，甲遮的即个暗世遮的君王，以及天中歹的神类。所以恁着用上帝全副的战甲，互恁伫风险的日抵挡会牢，到恁已经做成隆重的事，也犹原徛在。所以着徛起在，用真实下药，用义做护身镜，用和平福音
的臂斑穿伫骹里，佮着举神的盾牌，用即个才会拍灭歹的一切火箭。佮领受拯救的头盔，以及神的剑，就是上帝的话，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敬圣伫遮的，为着隆重的圣道恳求无亚先，也替我求，互我会得开喙，好胆来讲，互人知福音的奥妙。为着即个，我做挂铁链的钦车。以上，过来咱请蔡长咧为咱证道，伊的题目是属灵的征战。两位在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们有说不一样没有？有说不一样？讲爸喂，我们还是一样，我还是重复讲一次，在整个世界动乱的时候，世界足乱呢，台湾嘛足乱呢。我突然看到以色列跟伊朗发生大战，当初乌克兰跟那个俄乌战争的时候，我还觉得说会不会世界末日快到了，民攻打民，攻打国，各地遍地有灾难，这是灾难的起头，末世的起头。突然我听到以色列跟伊朗在大战的时候，以前我都做噩梦都会联想比较不好的，突然感觉最近做的梦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做礼拜，等待末日的到临。很清楚的意象告诉我们，我们要等待末日的到临。我们是在属灵的征战，人为的征战一点都不可怕。可是如果在属灵征战上我们打败了，属灵的战争那失败，那我们是到永刑哦，我们没有得到永生哦。我们在这里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生，所以我最近比较注重中兴教会，我希望我们中兴教每一个人是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有天国的门票，然后有一天，我觉得这一天不远呢，我的感觉一直不远，很快就会来临。那我们一起该到天堂，再组一个中兴团契，看到说，你是谁啊？王章，所以个人要互相记住我们的灵，因为到时候我们的形象会改变啊，不改变是怎么不知道了，可能是透明怎么样。所以耶稣他的门徒刚开始死复活的时候，门徒也认不出来啊，在那半天就是你。我们一直在死灵征战，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在白火梦变在讨论之前，先给各位看到一个建筑是七堵教会。我觉得我很感谢我们中兴教会，我们中兴教会购堂，就在 COVID-19 期间我们就完成。七堵教会，其他问讲按起偌久我想想咧，包括内面死个有诶无然后将近10档呢。从我在基隆当院长离开，然后又回来当监察委员，将近10年才好不容易把它全部做完成。这是他们的礼拜堂，礼拜堂这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其实很大它非常大，而且他们也有专门的音控室。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教会要修缮设计的蓝图，我就很希望有专门的音控室，因为很多人说他们有来做礼拜，听我们的 FB 或者 YouTube 比较少，都听 FB， 他说我们的声音不清楚。我们希望我们所传讲的道理是让我们听者、讲者都能够得到圣灵的感动。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圣灵跟我们同在，而不是来做一场礼拜。做一场礼拜不会得救，圣灵跟我们同在就会得救。我们是为上帝而来做礼拜，为耶稣来礼拜，为圣灵来礼拜，而不是为任何人来礼拜。这个教会里面没有谁比较大，只有圣父、圣子、圣灵比较大。我们这个教会完全是以主耶稣为中心的，是他的新娘。那是主要所祈祷的新娘。那在顶礼拜分享的时阵，那是有人会主动，人为的攻击、人为的误会攻击多非常多。
而且哦，你会发觉到越来越多。当你职位爬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不要讲别的，你们都知道，现在就全国攻击最大的目标就监察院嘛，对不对？下个礼拜就要，不是下个礼拜，是明天就要提出要废监察院。那很多人就说：“蔡总，你应该来开个记者会啊！你办了那么多，说真的，那个提案的人100%比你都不到你的100%，你几乎每天我看到你每天都是上班加班的，一直在加班，连 COVID-19 都没有休息过。我觉得说说话讲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信，制造混乱，深渊在上帝。”让神自己做主。所以上个礼拜拜火梦杯的时候告诉我们，如果他是不知晓的、不晓得的人对你的误会是跟你不知，我们用什么态度？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态度。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因受罪，因不知。你不知，人有当时跟你误会攻击。我常常讲一个卢正案，有人叫做陆正，还是卢正案，给他攻击25档啊，你找不到我了。所以我有时候半开玩笑说，当了这么久的法官，你应该找1、2件值得攻击，怎么找了25年就找1件，而且那一件我觉得一点错都没有。当然我不敢讲100%的对，因为神才是真正的我们的审判者。但是我很努力的去查这个案子。25年之后，你们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只是要找一个要攻击我的目标而已。但相对的，这一次我就要跟你们讲的是，跟各位分享是属灵的征战，因为在里面所讲的，我不晓得，主要是赦免他们是因为因受罪，因不知，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要赦免他们啊！伊都不知嘛，伊给你攻击，真正叫误导诶。所以赦免他们，可是有为的那些位上的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都明明知道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有大能行奇能异事，耶稣非常有大的能力，他讲道非常有道理。可是为什么眼红心就黑啊？他就这样攻击他们。所以攻击的时候，让我们有时候百口莫辩啊，有人为的攻击、个人的攻击、团体攻击、制度的攻击，各样的攻击。如果是人为的攻击，我觉得我们用赦免的态度、冷静态度看待他们。那今天我们跟你们讲的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心我是沉痛的，因为我们所害怕的是，如果是属灵的攻击呢？如果那是魔鬼借着人来影响我们的人心，让我们堕落，让我们觉得失望。很多人信主之后会告诉我，信主以后跟我讲，啊，信基督教都无害，都无效啊！啊，信主之后我仍然生病啊，我仍然事业不顺啊，我仍然怎么样，我仍然怎么样啊！所以你们信你们基督教有什么用？我干脆去恩主公拜比较有用，真的吗？我70几岁了，我告诉你们，我的所有的见证里面都告诉我，信主非常的有用。它可以减少你甚至世俗的灾难。你去拜完之后，你是心平安，但是那个灾难的发生永远还在发生。我在大光教会的时候，曾经有一对夫妻是卖面的，那我们很喜欢他来跟我们聚会。他跟我们讲，因为礼拜天这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啊，他有人礼拜日无卖面礼拜日无做生意的店里去了啊，那个礼拜天做生意最好，结果一段时间以后，他太太就来跟我们参加小组。礼拜天太太也慢慢来，就留给他先生。有一天我们去找他先生谈，那时候我还算年轻吧，差不多30年前，我就跟他先生说，这样好不好？你算一算，你一个月大概赚多少钱？然后你礼拜天，你就说下午3点才营业，礼拜天你来做礼拜。你算算看，如果2个月损失的钱，我负责双倍赔你。他现在也知道说那只是那不算打盹，就是有点在激怒他。试试看，我下礼拜就去做礼拜。结果没想到每个礼拜都来，甚至最后小组你周间其实晚上他们生意最好，他也来了。有一天我也很好奇，他起来做见证，我很好奇问他说：“哎，
你不是说礼拜天生意最好吗？晚上生意最好，为什么你仍然来做礼拜？我带长老，我跟你讲哦，足奇怪呢。我礼拜日吼，来做礼拜吼，就讲下昼3点才开始开门吼。等到米大大家关起来，面摊我就关起来哦。结果隔了半年以后，我太太跟我讲说，我们家好像感觉上很平安，来做完礼拜以后，心中充满了喜乐。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发现到我们存款在增加呢。我说为什么存款增加？奇怪，变成客户知道礼拜天不开门以后礼拜一到礼拜五很多人来，轮到礼拜四他去参加小组，礼拜一到除了礼拜四以外，反而更多人来个光顾，来照顾他的生意，他的收入增加而且他发觉到整个家庭充满着喜乐，反而生病很少。不是说基督徒不会生病不要有这种误解，但是相对的会充满着喜乐。之后非常的热心，我就觉得说，攻击如果出自于那恶者，那我们要小心哦，要防备哦。什么叫出自那恶者呢？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一种属灵的战争。撒旦跟他差役为了掳掠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中产生不安，产生焦躁，产生不信任，产生互相的攻击，产生自卑感，没有自信。那么他会对神的跟随者发动战争尤其越复兴的教会，撒旦的攻击越厉害。可是等度过撒旦的攻击，这个教会就是大复兴的来临。我深信，我非常相信，因为在我这些传道生涯里面，我都有看见到眼睁睁的见证，让我见识到。我刚才不是先用一个七堵教会吗？七堵教会的时候，本来他们是在一个违章建筑上面，他们都觉得说几个人这样做礼拜好像每天做礼拜是一个形式一样。之后他们开始热心起来，虽然他们盖礼拜堂盖好久才盖完，不像我们一下就完，而他们这样慢慢盖，他们是没钱盖礼拜堂呢。我曾经听说某个教会是有钱你又不盖礼拜堂的，他们说完全没钱，慢慢盖，之后大家更好玩的是不知道怎么去把它盖完的，然后说盖完了好漂亮甚至是七堵地区里面唯一，不要说七堵地区，全基隆地区里面最漂亮的教会。哇，礼拜堂好大，台北圣乐团也去那边特别做演唱，好漂亮的地方。所以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只有我们打赢以后，教会是进步的，教会是得到神非常大的战场。属灵的战争，我们的肉体，各位想想看，肉体经常为魔鬼所差使显而易见的情欲不易发现的自我，魔鬼经常跟你讲说无影啦，那个人看那个面就知，看到就足讨厌那个人家做伙，那讲话拢足毒的。其实你本来没有感觉，可是被他讲了几次以后，越看越像，他怎么讲话都是好像在针对我，都在骂我。慢慢的，我们就心理上就会被魔鬼所驱使，所以不易发现的自我，各位要小心。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是属世界的嘛，我们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你说没有，我就跑到山上去灵修，去苦修。我觉得那个讲那个都是废话。我在那普度众生，我在山上个人灵修普度众生。那耶稣叫你传福音是传什么？传个人所以相对的，撒旦经常做什么？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有没有？我们都喜欢看到肉体的情欲，喜欢看到眼目的情欲。更重要的是什么？今生的骄傲。整本圣经66卷讲一句话，就是爱。爱的对面是什么？冷漠。可是爱的敌人是什么？是骄傲。等一下我要自我反省，我也很骄傲。我们在无形之中都是骄傲。我们在无形之中说，反而慢慢的觉得上帝应该听我讲，因为我好像讲到几十年之后，好像我的祷告几十年，上帝要听我的祷告，我觉得上帝不听我的祷告，好像上帝不对的感觉。我无形之中骄傲所
所以在我们的教师体系里面，撒旦经常用谎言、控告、定罪、攻击、混乱，尤其什么怀疑耶。信基督教真的好吗？耶稣真的会给你拯救吗？真的吗？而且不是祝福你来生哎，基督教都讲很遥远的来生末世，但不要忘记今生上帝也跟你同在，躺卧在青草地上，上帝做你的倚靠。哎呀，你看，你还不是生病，可是你的生病跟别人生病不一样，你是充满喜乐的生病。我讲这个是我在我的人生体验里面我感受到的。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要攻破魔鬼坚固的营垒。我们都说，上帝是我们安全的要塞，上帝是咱安全的要塞。上帝是我们安全的要塞，是我们的堡垒。可是魔鬼也有他的堡垒，这个堡垒是什么？蛊惑人心的堡垒，我们要攻破它。所以保罗先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跟死血气的战争，那不是跟人为的战争。而是跟什么各样阻拦上帝那些至高的事情。我再强调一遍呢，我们跟谁征战？跟那些阻拦上帝至高的事情。你现在到底信上帝？上帝也看无啊，耶稣耶稣的外国人啊，足早以前的人啊，根本都看无。圣神哦，你甲我讲，圣神是谁？譬如这啊，圣神是谁？我说圣神是谁？心内啊，来心内安怎？清洁的内心圣灵带入去啊。有当时你心内足，毋是讲你啊，歹势啊。我想有一日咱的心内足肮脏的，心内充满着情欲，充满着自高骄傲，圣神袂充满咱。咱是拒绝圣神的。耶稣去是找保惠师，保惠师去是圣神。耶稣去是找保惠师来，耶稣去是圣灵来。普遍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接纳它。你要接纳，你没有接纳它，没有让圣灵充满在你的身体，你相对的，保罗先生跟你们讲，所以我们要攻破魔鬼的营寨，让圣灵充满，让阻挠上帝的至高打破，主动上帝遐自高的代志泡破。上帝是安怎？要靠主得胜。靠主啊，不是靠家己啊！我足牛的好，我够厉害，我绝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讲说我很厉害，我绝对可以打破魔鬼的伎俩。我觉得他本身就已经中了魔鬼的伎俩。我觉得我实在是不行，上帝求你来，我依靠上帝，我依靠主，我可以打破魔鬼的伎俩。阿们。我依靠主，我可以打破魔鬼的伎俩。阿们。我依靠我大能力，我可以，那叫做骄傲。人很软弱啦，人要自卑，这个自卑不是自卑感，要自我谦卑。我们要以那些所谓的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所以执政不是指民进党啊，不是谁在执政党啊，而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执政掌权的是什么？还是魔鬼的世界？时期还没到末日还没到，耶稣跟魔鬼的契约里面，契约还没到纵然是二房客，你还是要让他住到任期满呢。所以相对的，我们跟这些空中属灵的这些邪灵在打战呢。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礼拜，我相信上面魔鬼在那边虎视眈眈，看看哪一个人我可以虏获他。等走出去之后，跟你讲。无效啦！你咧了时间，礼拜日去遐做礼拜，足了时间呢，倒眠床看电视就好啊，无去唱一个卡拉 OK。这个思想已经污染到欧美。我们看到欧美很多美丽的教堂，做礼拜的几乎很少为什么？他们都称为基督徒，可是他们没有亲近上帝因为魔鬼跟他们讲，只要你信上帝就得救了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啦！不必到礼拜堂去了，多浪费时间。反正时候到了，你就是得救。趁现在，好好的玩一玩。所以我们要靠主得胜。什么叫做靠主得胜？因为靠着我们的主，这些世上已经
得胜有余耶。前提是什么？靠着我们的主哎。所以我们去攻破整个的营垒里面很重要的是，它的方法里面有哪几种呢？首先，我们靠主来承认、找出自己弱点的根源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如果在座没有弱点的人，请你举手给我看。我一定跟你讲，我非常钦佩你，我弱点是一大堆，所以我每一天几乎晚上躺下来，第一件事情是想说，我今天做错了什么？我哪边弱点？哪些人攻击我，我心里就会不舒服，那就是我的弱点呐。有时候无形之中的骄傲是我的弱点呐。更重要的，你要去认错、悔改、学习顺服。我再强调一次哈，认错悔改。蔡某某啊，不要每天都叫我认错悔改，我有什么错？我每天循规蹈矩耶。我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餐，然后好好的去上班，或者来参加我们的关怀据点，然后跟大家交谊，我都很和善对待人家。我回家来煮饭给我的儿子跟媳妇吃，我有什么弱点？礼拜二我还来帮人理头发，我们听说中间教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师傅，礼拜二会帮人理头发，中间教会哦，中间教会，非常有名的师傅。立得非常的好，说真的，现在的师傅真的功力都不太好了，不像以前那种老师傅。但是相对的，我们要学习认错悔改。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对呀，我有时候会不注意的会跟人家发个脾气，讲他的不好的话。所以我们要学习认错悔改，学习顺服，更要什么？我们要讲究真理，弃绝谎言呢。有时候我们会讲谎话，所以有时候我一直问上帝说，到底是算不算谎话？应该不应该？因为很多人想找我，我最后干脆把电话换掉，现在已经少了。以前我那个电话是很多，桂香就知道经常谁要来找你，反正很多电话，我都跟他讲，只要他们来找我，都说他不在，他还在加班呢。其实我是在家里，他还在加班。我有没有说谎话？有呢。可是我不晓得该怎么办，那都是记者一堆，这记者知道我已经绝缘体了，不跟人家打交道了，所以记者都没来找。但是你相信啊，放心好了，会有打电话给我赖给我，我一定会回。那记者赖给我，我都当作没看到，反正不要把它打开就好，就没有已读。所以相对的，我要每天更新神的话。什么叫每天更新神的话？神的话是不改变的，但是我每一天要将神的话反复的思索，想神。上帝对咱讲什么话？上帝要跟咱讲什么？但是你都看不同款呢。你不要以为圣经你很熟，你把圣经任何一卷、任何一节，你再重新读一次，你会发觉到感受不同，那叫做亮光。圣经是每一天你要决定寻找属灵的伴侣，在教会里面你要有一些知己的好友，等你痛苦的时候，你会跟他讲一下，他帮你代祷。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但他知道，他会帮你代祷。有没有用？非常的有效。最重要一点是什么？要每天坚定持续的祷告。我觉得祷告非常重要，祷告跟神的交通，你随时可以祷告，你走路也可以祷告，你坐在这里也可以祷告，一边听讲道一边祷告，上帝神来接纳你，让你的圣灵充满着你。所以相对的，我们的心刚才讲说清洁，圣灵充满，心的清洁是很重要，清洁让我们圣灵可以充满。因为清洁是圣灵充满，是我们阻拦圣灵充满，等于在羞辱撒旦呢。圣灵充满是羞辱撒旦呢，让撒旦难堪呢。所以荣耀神的事件，我们要重生。圣灵充满必要条件是什么？清洁我们的内心呢。丽香姐，就自由时报这不是我盗图啊，这那个 Google 里面就有这个图。我前面为什么突然换这个图？其实，在丽香姐身上，我觉得我是骄傲的。丽香姐的哥哥是陈荣义，他本来昏迷只是剩下3，连呼吸都没办法呼吸。我们教会迫切帮他祷告。当时我在祷告，因为这几十年来，我觉得我们一起的祷告非常的有效。我到现在还相信祷告，一人祷告的力量是大的，一定有效。我们迫切地方祷告，然后
李香姐又传来说：“哎呀，我哥哥突然分泌指数开始在上升了，哎，现在会跟我们打招呼了。”丽香姐就去看她妈妈，她的妈妈是对这个儿子是非常的尽心，然后她开始跟他讲：“啊，你们来信耶稣，你们要祷告。”连续一段的时间之后，在今年的母亲节前，丽香姐的哥哥过世了。我突然愣住了，我不晓得怎么去安慰他。等到1个多月之后，我就写一封信给他，我跟他讲说很对不起，我觉得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今天你哥哥这样不幸过世，你的妈妈一定很难过，请你要好好安慰妈妈。所以丽香姐给我回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我真的感谢教会一路的陪伴及祷告，给我鼓励及力量。他讲一句话，他说哥哥曾奇迹式的恢复意识，本来昏迷只是剩下3，认为没有救了，快走了，就奇迹式恢复意识，然后他可以跟他共处4个月，他会跟他比耶，然后还可以帮他祷告。他说感谢主调度万有，陪伴我度过这艰难的时刻。是的，主允许他发生，必有他的旨意，将一切交托主，靠主得胜。然后最后他讲一段话，他说：“这么多人为我的哥哥祷告，我希望陈荣义他的哥哥也已经在主里。”突然昨天晚上，一个心跟我讲说：“不要担心啦，我们的祷告，丽香姐帮他哥哥在传前的祷告。”主都听了，他哥哥都听得进去呀。他已经相信主在跟他同在，然后主接他走，因为他身体状况其实好的，对他来讲可能就一直躺下去，他主就接他走了，他得到主的荣耀，这不好吗？这反而是好的。以前我很骄傲，认为说让丽香的哥哥起来以后来做礼拜，让全家得救，可是主有他的美好的旨意，他觉得救不起来，但是让他有4个月在那边听主的声音，让他听到祷告的声音，让他在主里得到祷告，这是属灵的征战啊！我们靠着祷告的力量，我们得胜有余啊。第二个，我们穿在属灵的军装，这里我会讲的比较快，因为我们上次讲过了，属灵军装是里面，那么保罗先生教说，我们要真理的束腰，公义的复兴剑，和平的福音鞋啊，拿信德牌，然后拿救恩的头盔，最重要是要什么？要把圣灵的宝剑。这宝剑告诉我什么？要真理的带子，说我们以真理为依归，而不是自己的话。我们要有公义的胸甲，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公义来维护自己，我们要抵挡那个恶者，我们用公义啦，我们用平安的福音鞋。所以平安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平安代表和平，代表祝福，代表 shalom， 对你来讲它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每个人都很平安呢，所以经常我们礼拜的时候会请你再叫一次平安，再跟隔壁的讲一次平安，现在跟隔壁讲一次平安。平安，你看这次讲的就不一样了吧？你不觉得你的心理上就充满着高兴跟平安吗？我们今天做礼拜是很高兴的事情，很平安的事情呢。我们用信德的牌子，我们要坚信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把它撇除。我们今生的骄傲，我们不要。我们有什么好骄傲？谁比谁伟大？在座的每一个都是神所创造最美好的。可是记住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任何一个人更伟大。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最美好的。你是自己最美好的，你要相信上帝创造你都是最美好的。你不要有自卑感啊！我不行了，我这个不行。你要有自信，我是神的儿女，我为什么不行？啊，所以的不行是神没有叫你去做，我硬要去做，因为我是神的儿女，那就越权了，那就特权。但相对的，我们有救恩的头盔，我们的神站在我们的头盔，神做我们的主。我们依靠神做主，我们依靠主耶稣，我们得到救赎，然后最重要，我们要拿圣灵的宝剑，一切不良的，我们用圣灵的宝剑去斩杀。你给我这些不好的念头，我一切把它斩杀掉。所以去年的圣诞节，我们演了这出剧。我不否认这些人都是被各个职业所耽误的
金像奖的那个奥斯卡奖的那个男女那个金像奖的男主角、女主角。现在我很感动呢，而且我们到40几年来，我们教会很少那圣诞晚会做了那么多人，满满的人。满满的人来知道说，我们依靠圣灵的征战，我们得胜，我们可以驱赶这些魔鬼。所以今天社青啊，本来我们认为社青都不会动的，没想到社青不但动起来，那么的好看。所以我发现到好多演员啊，现在如果拍片的话，我大概会介绍他们去拍片。好美的一件事情，好美，好美，好美的一件事。去年的圣诞节，事实上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啊。祷告就不是靠着我们呐、要靠着圣灵啊，靠着主耶稣基督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多强所以我们靠着神，所以多方祷告祈求，要是警醒不倦。我们要靠着圣灵来祷告，而且圣灵告诉我们，你们如果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会替你们祷告，他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替你们祷告。上帝，我说好痛苦，怎么会这个样子？圣灵会在你的声音中安息把我的小孩，我听你祷告，你的需要我都知道。你所求的，我不是不给你，因为我要给你最好的。神都有他更好的安排，所以我们想说，你们中有受苦的，做什么事情？受苦吗？不是，祷告。你们中有快乐的，做什么事情？唱歌啊。虽然我现在声音不好啊，但是最起码家里唱歌啊，顶多只有吵到林桂香啊，还有吵到我们家小猴子而已。我就很高兴，唱歌，小猴子唱歌比我还大声呢。所以相对的，你们，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我儿子他讲的文章里面用哥林多后书4章8节，他有讲一件事：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们一起来一次好不好？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请你把它背下来，记住。你们有没有苦难？有苦难啊！耶稣告诉我们，我已经赢过苦难了。可是你们还是不相信，就是因为你们不信。我们要相信，耶稣胜过苦难，四面受敌，我们不被困住。心里作难，我们不致失望，因为我们必须要祷告，承受一切的苦难。我们想想看，承受的苦难最痛苦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的样子，他3年的传道里面走遍整个的迦南地，那加利利海附近整个的周遭，来来回回试探。他走的都是跟那些穷人在一起，跟最低下阶层的在一起，医病赶鬼。其实医病赶鬼不是耶稣主要的任务，主要的任务告诉什么？天国的道理。他做的都是这种卑微的事情他有睡大旅馆没有？没有。那时候不要说5星级，连1星级都没有。所以说人住没跨头的所在，人子连枕头都没有，随处睡觉。他的吃的东西也都很简单，他就这样过了3年的，一直要把上帝的天国的道理讲完。时间到了，他做什么事情？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做什么事情？第一句话讲什么？赦免他们。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学习赦免人对我们不好，的确有。我们兄姐里面对我们有没有不好？也一定有。我对你们有没有不好？也一定有嘛。你你敢问阿琴，我对你好好吧？相对的，我们学习互相的赦免，赦免让我们更得到进一步。所以有一句话：痛苦催促我们祷告，祷告使我们胜过痛苦。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夜间的祷告是决定白天的胜负。所以你不要晚上睡觉以后就睡，好像一点事都没有。你要想到说，我明天要做什么事情，上帝，我跟你祷告，完全交托给你，我就不会烦恼，不要每天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明天才去做些代志呢，要叫什么人签约，要安怎？兄弟，我的代志太多啦。你会说不祷告，上帝
然后跟上帝讲说：“上帝，这是你的事情了嘿，我要睡觉了嘿，让我好好睡觉，拜拜，晚安。”我们有时候没有做嘛。哎呦，上帝，明天我要考试啊！那个考试，那个老师哦，这个是真的是妖怪呀、那每次出那个题我都不会。那个明天呢，我签那个约，那个场上很刁难啊。安息吧，孩子，劳苦重担的、背重担的，在我这里来，我会让你们得到安息，也不要紧张。然后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之后心里平安了，睡了。第二天早上很舒服，你会发现到，为什么事情都解决得很容易？全部都解决。祷告是让圣灵充满讲道人，更重要的是什么？充满听到的人呢。所以我们祷告重要的，就像那个穆迪，他的讲道非常的有名，可是他的发电机在哪里？在地下室，有很多会友就专门帮他在祷告。其实他讲的话是上帝的话。感动到每一个会友的心。我们讲说圣灵充满是怎么样？要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而且要全体渴求。所以，我们希望中心教我们每一个人全体渴求圣灵的充满，让圣灵的财宝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对圣灵有信心呢。而属灵的美丽是什么？圣洁呀，圣洁圣灵才可以充满啊。所以内心的圣洁，圣灵就可以充满。所以相对的，我们要靠这祷告多方的祈求，我们必然靠主得胜啊！所以你不要害怕。看到这间教堂没有？在哪里？知道吗？很美丽哈，而且市中心区内，这就是北港教会。北港教会就是那个吉安啊、李阿姨哈，因就是北港教会，他们因阿姑，大哥应该伫咧嘛吼，无伫咧哦。因阿姑啦，因以前因阿姑吼，像迄咱常常讲食火鸡嘛吼，就是因上细阿姑饲的啦，因从细阿姑真无伫咧是因囝咧饲的，咱甲食拢毋知影通感谢啊。因阿姑因阿姨拢是北港教会，北港教会吼，打电话来甲伊讲偌济钱买，足趣味的。北港教会牧师，当然以前刚开始北港教会伫大东路吼，迄是一个佛寺呢。一个复习的时候才去做礼拜堂，所以邦教会其实有很多奇妙的见证。我相信有一天有一个好牧者带领，北港教会一定会大大复兴。最近这几年是因为不太顺利了哈，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大大复兴。他有700坪土地耶，那700坪土地刚光复的时候，1949年光复以后哈，大家抢那700坪土地，为什么？700坪土地是什么地？你知道不知道？佛堂、佛寺。佛寺啦，佛寺咱基督教要去坚守佛寺吼，路边都无事都去种的吼，尾也真正保护基督教呢。做人啦是用做伙啦，做基督教。做了后的时阵吼，出了一样代志啊，做了总是爱去教会嘛，白一块地尔嘛，再去教会啊。算一算，该交要多少钱？100万，100万旧台币啊吼。100万，咱属于讲100万，对教会来讲负担也很大。大边农牧师，我都想一部问讲，北港什么人上有钱的？你敢知北港什么人上有钱的？北港的配天宫，北港的毛祖庙，迄全省有名的嘛。配天宫上有钱的，一个牧师去甲配天宫，主位叫做王云贵。谁的公公啊？说谁的公公是不是？建立站起来好吗？让我看一下。今天我刚有讲到王云贵的故事，在哪里？来，那个马小丢女哦。谢谢。我真正唔知哈，我唔知。现实感动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唔知。这代志我拢唔知哈，我先甲你讲者，我拢唔知，咱两个无讨吼，咱两个无讨好势。伊去找迄个王云贵先生，迄阵是留日的，足有名的，人也足好。你甲想吼，一个基督徒去找一个庙公啦，咱讲庙公，较尾则是上有名的大金庙的迄个董事，董事长，迄就叫做董事长。伊甲找伊讲。阮都即毛700八想要去礼拜堂，你会使借我钱袂？恁配天宫会使借我钱袂？
嘿，像咱迄阵都无想着讲，咱咧去教会探咱迄个文主讲甲看伊要借咱钱无安尼。我已经做骗人讲要借钱，啊，我开笑笑，转去开迄个当时的开，他说无通啦，咱若拜无共款，咱拜妈祖啊，伊拜迄个外国人的耶稣，迄无共啦，毋通借啦，啊，咱无借啊。王英贵先生吼，足好，人足好，甲讲安尼吼。我来讲，有一个所在，农会有钱，啊，咧农会少，啊，但是你爱做股东，啊，路边农务师专摕500块，借台币啦哈，哦，专加入做股东，啊，专讲，啊，要借偌济？借100万，借100万咧保证人呢，我讲要紧啦，保证人我甲负责，我来负责找人，专借100万呢，去一间啦，一间也无变啊，也无换哈，去一间500万，一间100万。起咧，起啊足水的哦！来，你搁看头前遐吼，今仔看头前遐，你看暗时起来，迄后壁嘛拢遐是用规排比3代这700倍呢啊！搁上后壁是一个图书馆吼，这个教会后壁是图书馆。哇，3代街，啊像我才讲一间，我老爸嘛伫遮无回过，我大兄嘛伫遮无回过，所以我对这间也较有感情。哇，相对起100万了后吼，1949年吼，你敢知发生一个啥物代志？吼，迄台币一直。你个甚至算比4万块哇1块，伊去甲农会借100万，你想爱还偌济？25块。所以呢，咱定来切讲，这个教会是25块的教会。所以有当时啊，咱咧讲云彩见证，特别替王英贵先生的事迹，伊特别写北港朝天宫。北港朝天宫，你只个看，迄是台湾是算有名的呢。非常有名咧，你来讲啥物迄个因要去，若要进去有诶袂拢是北港朝天宫呢。哇，这王英贵吼，到90岁时阵吼，竟然吼来领洗礼啦！我毋知讲，因讲，来领洗礼，3冬以后安息主怀，上帝甲调了，你在当地报纸写一句话足趣味安怎？王英贵善行流芳啦，做了很多的善事，做足个善事诶。吼，伊为着妈祖服务偌久，你知无？42冬，总是尾啊3冬去信耶稣，尾啊得救啊！而且你看，祝福伊家孙哦，我个家孙拢足好。信主的人真正有出福气的人，最后各位来讲，咱还有属灵的见证。那里得主动没？我们遇到阻拦没有？很多。我那么多的阻拦里面，我们要相信，我们要信真实的上帝，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让圣灵充满，不要自高。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靠着主，尤其我刚才特别讲过，你夜间的祷告。白天得到顺畅，你不要像今天遇到这样，上帝啊救我哦！我们要明天我会什么事情，我先祷告上帝，然后等到平安以后你睡觉，你睡得很安稳哦，不要一天到晚想我明天会做什么事情，做噩梦，我们就是很安稳。属灵的战争。我希望我们中兴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拿到天国的门票。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得救。有一天，虽然我们心里改变到天上的时候，记得哈，如果我有在的话，记得找蔡崇义长得什么样子看那个样子就是蔡哥了。我们要每一个人，我们要互相在神里面互相做属灵的伴侣。我们相信。我们会打赢空中的恶者，我们会打赢这一场属灵的战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属灵的战争之中，我们要靠主得胜。求圣灵充满着我们，让我们清洁的内心。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活电，为神所用。神，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在世。在我们离开的时候，都有永生跟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多谢蔡长老伊真好的信息，甲
勉励，咱即是要来回应上帝话，咱来吟圣诗来学了圣诗568首，我有保护者伫身边，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起来用上帝奉献时。咱依愿徛伫，咱来吟上营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人来。吟诗山，请蔡长老为咱祝祷。
们穿在全副的属灵军装，靠主耶稣对抗空中的恶者，永远得胜，直到永远。愿圣父、圣神、圣子、上帝今日三个做伙，愿你每一个人一生一世，若主耶稣基督恩典，今日三角之地，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说阿免。请坐。这是要来报告，报告大声要咱来欢迎今日有2位新朋友吼，我来介绍吼，第一位是博宇吼，可以请你让大家欢迎你吼，他是是迄个你社长热流的朋友吼，好，谢谢，请坐。过来第二位丁俊霞姊妹吼，欢迎是李长老娘的朋友吼，嘛是下礼拜要那个洗礼吼，非常恭喜，谢谢，请坐。个毋知有无介绍到的。好，安尼下面的迄个报告的事项，我简单报告吼，就是咱下主日有迄个圣礼典吼，就是咱要举行迄个丁姐妹伊的洗礼，个陈炳煌兄饶瑞峰兄个杨素云姐，因要会籍要转来咱教会。信用的个别吼，过来就是后礼拜咱妇女团契的聚会要邀请李依婷姐妹来分享智能助手甲数位诈骗这个算讲这认捌这个物件吼，欢迎大家会当来参加来学习啦，过来。7月第一礼拜吼，7月5號到6號，助理2要伫教會舉辦迷你夏令營，歡迎大家當踴躍來參加吼，就是學生甲家長攏會當把這個時間來留落來，嘛會當來介紹咱的親友吼，若有熟悉會當鼓勵因來參加。過來咱下晡咱的敬拜團嘛有敬拜的訓練吼，請咱會當團員來嘛會當預備心。另外補充一點就是咱迄個7月到7、8、9月吼，第3季的迄個事工輪值表已經有排出來吼，迄個歐長老嘛很熱心，連第4季嘛已經攏搭佇後壁吼。即馬咱是先看第3季吼，咱若是迄個服侍的當工吼，咱有要調整的，咱會當找歐長老來迄個做一個調整。迄個，咱過來咱請葉老師來分享今日迄個使徒行傳小組的分享。亲爱的平安，分享使徒行传，咱读第4章，从第4章到第8章了哈。第4章其实就是我们知道彼得在那个圣殿的门口的时候，在美门那个地方有一个瘸腿的，彼得让他痊愈了，痊愈了以后，就很多人就信了耶稣了。说当时有3000个人，
3000个人的时候，这个信了耶稣的时候就很麻烦了，就那一些经学士、法利赛人这些就来抓彼得，要把他抓去啊，就迫害他，就把他抓去要关到第2天。结果那个关起来的时候，那个彼得啊，天使来把他带出来，跟他讲说：“你赶快到天快要亮的时候了，就说你赶快到那个圣殿里面去那边哦，再传讲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所以他就去了。结果那些狱卒要抓他的时候，要把他带出来，要审判他的时候，一到那个监狱里面，怎么人不见了？所以后来有人跟他讲说：“啊，他在圣殿里面。”所以就去圣殿里面叫他说：“我跟你讲，你不能讲，你为什么还一直讲呢？”他说：“哦，听从人不听从神是不对的了。因为天使跟他讲，你一定要赶快去讲。所以他说听从人不听从神，那个是不对的。所以彼得就在那边讲，后来就彼得真的后来就被抓去关了前面有一段我们知道他有特别讲说。他在那边讲的时候，他有讲说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就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可以靠着其他的来得救了。彼得特别这样讲他在讲复活的问题所以那一些人一直讲说就讲说这一个人，这个彼得他其实他是违背了圣经的律法，他在讲死人复活，讲耶稣基督，好像讲了另外一个人了就一直在讲这些。那我们知道后来就他们还物公用还物公用的时候，那个巴拿巴就把他在塞浦路斯有一块田地，把它卖了以后，就全部捐给那一些，因为突然有3000个人来信耶稣在那边一起吃了。你看那不得了了，这个比恩的教会还多人呢所以就产生很多问题。产生了很多问题的时候，那有些人也有卖一些田产来那个供给这个教会里面的需要了。其中有一个是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撒菲拉，这2个人说卖了那个田产来结果他卖了以后，他自己例如说卖了100万了，他自己留下50万，拿50万来奉献了结果彼得说：“你怎么来欺哄圣灵呢？你说你全部都已经奉献了，为什么要欺哄圣灵？”结果这个亚拿尼亚一下就突然就死掉了。后来他太太过了3个小时来的时候也一样他说问他说：“你是不是把全部的都捐献？”他说：“对呀对呀。”他说：“你先生刚刚抬出去而已，你怎么还在欺哄那个圣灵，骗那个圣灵呢？”结果也死掉了。所以说信的人就非常惊奇那一些其他没有信的不是信徒的人就不敢跟他们在一起。为什么？怕说跟他们在一起会不会死掉了就有这些问题所以那些后来就还物公用我也讲过，那个共产党一直在利用，就是用使徒行传这个地方用还物公用了。还物公用的时候能不能成立一个大同世界但是我们知道人是没有办法这样的，人没有办法现在有了，现在台湾也有，台湾那个新约教会那边就是这样，锡安山的那个新约教会新约教会在以色列那个基布斯那个他们有集体农场，也是这样生活，还物公用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还物公用就产生很多问题在那边一起吃所以就有一些人说讲希腊语的那个寡妇说没有得到照顾。所以他们讲希腊语，我们知道当时有讲亚兰语、讲希腊语、讲拉丁文所以你要到外邦去传教，一定要会讲拉丁文跟希腊文。会讲这个的不多，彼得他们应该不会讲，彼得只会讲那个亚兰文跟那个希伯来文所以为什么会讲亚兰文？就像我们以前被日本统治很多人都会讲日语跟台语一样他们会讲希伯来语跟那个亚兰文，亚兰就是叙利亚文叙利亚文我们知道那一些人就起了争执，后来就选了7位的执事7位执事以后来管理这些膳食的问题彼得他们讲说，他们这些使徒要传福音，然后要祷告，为人祷告这些事情那个膳食就管理那个吃的这些问题，就由那个选出了那个7位的执事
啊，七位执事我们知道他一定要有什么？要有圣灵，充满圣灵了，有智慧可以处理的。啊，其中第一个就是司提反，所以司提反说蛮有神的能力哦，就到处去传福音呢，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问题。啊，结果呢，人家就把他抓去了，抓去了以后就说他违背了律法，违背了律法，违背了律法，众人一喊以后哈，就要把他推出去，用石头要把他砸死。那我们知道司提反他就开始讲了一篇道，是所有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道。那从哪里？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耶稣基督。啊，亚伯拉罕，然后讲到出埃及，然后讲到耶稣基督啊，因为他说耶稣基督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个要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的羔羊。我们知道哦，这里一个题外话，我们知道以色列跟伊朗不是打起来吗？你知道以色列跟伊朗是同样的呢，因为亚伯拉罕是从伊朗那边出来的，所以亚伯拉罕是伊朗人。哦，伊朗就是以兰呐，伊朗那边哦，他从那个乌尔那边出来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讲到巴别塔，那是巴比伦呐，巴别塔就是巴比伦啊，乌尔就在巴比伦里面啊，所以亚伯拉罕是从乌尔那边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伊朗人，他们是同一个种族的，同一个民族啦，其实是同一个民族。这个是题外话哈。司提反就这样讲，后来司提反被用石头打死了。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说他看到，他就睁开眼睛说看到说站起来喊着说，他看到天开了，耶稣基督就站到神的右边了。耶稣基督站起来，不是坐在那个王位上面，是站起来看着司提反被用石头打死。所以司提反有什么天使的容貌？司提反就讲了一句话，司提反讲说主啊，赦免他们，学耶稣所讲的主啊，赦免他们。后来我们知道还要第7章里面讲到腓利他也是执事之一腓利是传福音的传福音者腓利，他到处去传福音。他到那个天使跟他讲的时候，要从耶路撒冷到加萨，现在加萨不是在战争吗？耶路撒冷到加萨那个旷野那个地方有那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在那边他是财务长他在那边他在读圣经我们知道他在读圣经，他一定买了一本圣经。那当时买了一本圣经要花非常多的钱，因为是用羊皮写的这个要花很多钱。他就在那边读以赛亚书，读到说那个他好像羊被牵到待宰之地他也不出声所以他就读不懂的时候，就请那个腓利天使跟他讲，你赶快去，就靠近那个马车了看看他读得懂不懂。他说没有人讲解，他怎么会懂？然后腓利就跟他讲说那个是在讲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现在复活了结果我们知道这个安提阿这个太监他就讲说，你看前面有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受洗他腓利就帮他施洗帮他施洗。所以腓利后来就到处传福音。我们知道腓利也传到哪里呢？传到土耳其那边去传到土耳其到有所那边都有在那边。因为他的7个女儿，他有几位女儿是先知会讲预言，都没有结婚这个是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会读到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圣灵的浇灌，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就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透过罗马，因为我们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透过那条条大路把那个福音可以传到全世界各地去这个是今天我们从第4章到第8章里面所讲的使徒行传。好，谢谢。好，谢谢叶长老他的信息的分享那我们咱过来请献歌队为咱唱祝歌
咱是会当来互相行平安礼，来避讳。